想唔想過好生活？我今日就同我媽媽有以下呢個咁滋養嘅對話啦。話說咧，我媽媽咧就有好多雜物啦，好想擠好佢喎。然後咧佢就攞咗堂梯，佢扶實咗堂梯嘅。我就話俾我媽媽聽，其實有好多嘢唔再需要嘅，不如捐咗去俾人啦。跟住我媽媽就話唔得，嗰啲嘢有用㗎。其實我哋人生當中有幾多嘢，好多時都會同自己講唔得，嗰啲嘢有用㗎。然後我就叫我媽媽啊，你見唔見到堂梯樓下呢？有張1000蚊紙啊？咦係喎，有張1000蚊紙喎。咁佢梗係好想去執咗佢啦。然後跟住我就話唔得，你要扶實堂梯，繼續扶住堂梯，捉實佢添。跟住我媽媽就話，咁我點攞張1000蚊紙啊？係咯，你捉實咗啲嘢，唔放手，咁點攞張1000蚊紙？點樣攞到最佳版本更好嘅自己呢？你唔單止要放手啊，你仲要做一個動作，就叫踎低落去，踎低喺地下執呢張銀紙。所以其實哪怕就算你放手都好，而如果你唔再做另一啲嘅行動，一啲你唔慣做嘅行動，其實嗰張1000蚊紙亦都唔會飛上嚟你手度㗎。所以行動係關鍵。點樣由放手做一啲行動，然後攞到你真係想要嘅嘢呢？希望你今日得到一啲得着啦。愛無限，無限愛。